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蔡英文甲赖清德继续来出招。蔡英文透过奶征求民众关心的大小项代，嘛针对打击到假消息、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等的问题，一一来答复。赖清德是就广播节目反对甲手机电话根本纳入初选民调。那也很多人很担心这个假消息的问题，那政府已经多管齐下啊，现在行政正在全面的修法。总统蔡英文内好朋友超过40万人发表看法，嘛接受问题。到无2天收到9500封的消息，大家关心的除了假消息的问题，也有最近查到真正的自金区。我们政府的态度很明显、很清楚，就是我们对自金区保持着这个反对的态度。半暝11点半发表影片亲身解答，总统要拼党内初选，即马初选的民调敢要纳入手机的号码？蔡英文、赖清德两人看法无同款。蔡英文认为手机作意见爱被重视，赖清德接受广播专访时公开表示反对。基于制度的稳定性，而且也基于民调能不能正确的反映民意以及它会不会有作假的问题，这3个层面来跟社会大众报告。应该是沿用目前民进党的规定，加护民调为宜。赖清德烦恼毋是无道理，依照过去民调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毋拿一支手机外国人嘛有手机会使刷顶人无度确认居住地，再加上有真侪间电信业者要怎收集这个样本嘛是问题。传统市内电话民调制度较成熟，不过手机使用者较侪，少年人接到电话机会较悬，是讲市内电话数量一直减少。手机民调的方式、计算方法跟要不要纳入，第一个关键就是双方当事人要同意。所以我们在年轻的选民的加权就会变得很大，那个时候失真的情况也会比较多。看这个办事初选的民意调查一定要办，是讲要怎办到好，大家心服口服，恐惊的爱个讨论。